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6年1月18號星期日沙田嘅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會提供第5場俾大家參考嘅。第5場嘅4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就係2號嘅實力加、3號嘅快樂神驅、4號嘅標之浩瀚、6號嘅喜慶寶同埋11號嘅凱旋王者。6號嘅喜慶寶呢，聽日係佢初次出賽，咁佢嚟咗香港呢，就試咗4個大閘，咁頭嗰3次呢，都係試草地嘅1000，喺嗰幾次嘅大閘呢，隻馬嗰個速度呢係非常好嘅，咁同埋呢，喺嗰幾次嘅大閘呢，佢都冇乜去大力推騎隻馬，咁都係按韁翻嚟呢，睇到匹馬呢係相當有走勢嘅。最近喺1月6號呢，試一個泥地嘅1200嘅大閘，咁喺嗰次嘅大閘呢，佢係好刻意咁樣呢，一出閘呢就拉咗佢後邊，咁沿途按住呢，喺直路嗰度呢，見到何澤堯一推騎呢，匹馬呢有一個好好嘅反應。喺呢4次嘅大閘睇到匹馬呢，你擺喺前面走就得，你留喺後邊追亦都可以嘅。咁但係呢，可惜呢，聽日排一個14檔，咁睇下何澤堯點樣發揮啦。我估計佢呢，呢匹馬呢，佢會一開閘呢，好快咁呢走咗埋嚟呢，喺2疊嘅3、4位呢，然之後留翻呢喺直路嗰度嚟追。咁我呢，對呢匹馬呢，嗰個質素呢係非常之睇好嘅，咁睇下佢聽日可唔可以呢，一出即勝，咁所以呢，我揾佢作為馬膽。3號嘅快樂神驅呢，上一場呢初出呢，我都有推薦俾大家，咁臨門最嬲尾嗰幾十米呢，力弱呢，保住個第3，咁輸俾頭馬呢係個幾馬位，咁跑完一場馬呢，咁最近喺神貨所見呢，匹馬呢，嗰個成熟狀態各方面呢，都係比起佢上一場呢係有所進步嘅。咁上一次就排12檔，今次排一個2檔。咁呢一匹馬呢，今場馬呢，佢就形勢上呢，就對佢係非常之有利啊！有1、2匹快放馬喺前邊走呢，佢將會呢，喺揾到個遮擋位呢，守住喺2、3位呢，留翻最後嗰2、300米嚟衝呢。咁我估計呢，聽日呢匹3號嘅快樂神驅呢，都係一匹有機會爭勝嘅馬。4號嘅標之浩瀚呢，聽日呢亦都係佢初次出賽，咁試過4次嘅大閘，咁有3次嘅大閘呢，都係試得好好嘅。咁喺嗰幾次嘅大閘，見到匹馬呢好有鬥心，騎師呢一推落去俾佢呢，佢就會逐漸加速咁俾你嘅。咁我自己認為呢，呢匹馬呢嗰個質素呢，都唔錯嘅。神貨所見呢，見到匹馬呢嗰個肌肉呢都係比較鬆啲，唔係立得好好。咁聽日呢，排一個3檔由周俊樂跑，睇下可唔可以憑質素呢，走入一個冷門嘅連贏配腳。11號嘅凱旋王者呢，喺神貨所見呢，我覺得匹馬呢嗰個狀態呢係非常之好嘅。咁佢跑過2次呢個路程，一次跑第2，一次跑第3。咁呢匹馬呢，前段呢落腳呢比較慢啲都係靠一條直路追上嚟。咁今次呢，排一個9檔由梁家俊跑呢。咁今場馬呢，有實力嘅馬呢，只係得個5、6匹嘅啫。咁今場馬，我認為佢呢，有機會呢，從後殺上嚟呢，跑入一個連贏配腳嘅。號嘅實力加呢，係一匹自購馬，咁佢跑呢個路程呢，係跑過1次，就係啱啱呢，上一場呢，由3班降落嚟4班跑呢個路程，咁嗰場馬呢，佢輸俾2匹呢，質素非常好嘅馬，會當凌同埋威利非凡。本身所做嘅時間呢，亦都唔錯，1分09個54，末段22個59。睇佢上一場嘅走勢呢，咁本來呢，我係
將呢匹馬咧擺入連贏配腳嘅。咁但係咧最近喺1月6號咧睇佢試一個泥地嘅千二咧試得唔係咁好，咁所以咧我就將呢匹馬咧唔擺入呢個連贏配腳範圍。第5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6拖3、4、11。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6拖2、3、4、11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